作者簡介：一、鄭柏禮 Paul 井，人稱 Paul Sir， 資深企業管理顧問。2016年成為盲盒，日常工作係鼓勵企業領導人敢於發夢，夢想成真。二、劉發昌 Jason Lau， 一個愛發夢嘅 Wonton Maker， 感恩有幸成為活動發起人之一。三、鄭家銘 Vincent Chan， 綽號沙爹王子，9歲移居加拿大，中文水平小學3年級，1年努力終於擺脫用日文打中文。四、黃國麗 Connie Wong， 綽號格魯吉亞女王，用咗18年時間打開呢個國家，從不放棄。疫情3年，唔單止開咗20間鋪，仲同一班有夢想嘅同學創咗世界紀錄。五、陳岳成 Pilot Chan， 綽號丸俠，自細愛玩扭計骰，但係從未成功還原，直到女兒求教，要建立公司文化同埋要創世界紀錄，先至發現玩要認真，做人做事先至認真。六、尹俊謙 Marco Van， 綽號君子理財，新晉籌委成員，717最快嘅人，曾會考中文作文肥佬，現成為作者之一。七、劉敏 Echo Liu， 綽號沙爹王妃，俗語執書行頭慘過敗家，近年成為執書狂人，自我提升，深刻感知文字嘅力量。八、林詠詩 Mary Lam， 號稱塊扒大過你塊面嘅牛扒天后，將懷舊鐵板餐新潮化，就好似扭計骰一樣，將懷舊兒時玩意新潮化。九、余君佩君佩瑜，綽號炸雞王子，簡稱雞子，人生就好似扭計骰，只要揾到方法，認真做好每一步，一定會成功。十、潘振橋 CK 潘，綽號鋼鐵俠，飛沙走石、跑山、沙漠挑戰極限嘅常客。11、潘偉新 Jackie 潘，又做泰菜又做麵包，可以叫我咖喱麵包仔。12、郭偉君 Aiden Kwok， 綽號無味廚師，失去味覺嗅覺，但係仍然研究食物，超越自己，突破自己。13、黃裕錦 Billy Wong， 綽號大管家，企理創辦人之一，沒有做不到，只有想不到。14、黃正嫻 Eva Wong， 佢可能係香港第一位手製盲扭骰嘅人。傳書員